我吃的呢？哦，我看里面就剩空盒了，我刚刚进门的时候就扔在外面的垃圾桶里了。看来我是一天不给你做饭都不行，对吧？最近的事儿真的是特别多，觉得整个人都不好。斯特林集团什么时候给你答复啊？说是这个周末，应该快了。如果合作成了，我们在公司办个派对，怎么样？那如果合作不成呢？那就在家办个派对，就我们2个人。我给你做10张土豆披萨。哎呀，都说了不许取笑人家吃东西。好好，你干什么啊？上去啊！上什么？我刚吃完饭，你别闹。没关系啊。你别闹！哎，等一下，可能是斯特林集团的邮件，别闹。我给你拿点东西吃吧。嗯。不是斯特林的邮件，那是谁的呀？秦雪的。秦雪，她不是跟韩志明在一起吗？他说他已经找到工作了，韩志明还在和一些投资商商谈。这些地方都好漂亮啊！看，你看，等补办了婚礼，蜜月啊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怎么样？还是等跟斯特林集团的合作签成再说吧，到时候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呢。那到时候我给你做8层婚礼蛋糕。哎呀，都说了不许取笑别人吃东西，没有，我是认真的。你还笑话人家啊？你干嘛？好啊！真的，谢谢啊！通过了，通过什么了？和斯特林集团的合作提案通过了，而且他们说很快就会来跟我们签合同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订一个8层的婚礼蛋糕啊？现在还为时过早，要等真正签了合同那天才算。他们还说下周1就会过来签合同，而且还是斯特林集团的总裁亲自来跟我们签。你给谢妍发个邮件吧。我们还真的应该好好感激一下他。那下周1我们要做什么？他们说已经了解得很透彻了，只需要准备一份合同就够了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喂，刘总，斯特林已经决定跟红岭合作了。好，明白。
系。徐总监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没事儿。哎，刚才给你点了杯美式，是不是都凉了？正好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美式啊？我这不是刚才下班前去趟法务部吗？说你没在办公室。怎么了？这咖啡啊，太温和了，没有意思。要不，咱们去酒吧坐坐？去酒吧？那就去酒吧坐坐。老大，他们呢？这里面。飞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儿，一点意外。你是不是在拳台被打的呀？怎么可能啊，飞哥？那家拳场早就没人打得过我了。那你取胜了多少场啊97。查到了吗？查到了。当年在天海有一个时期，地方势力聚集起来往产业化发展。那个时候有3个势力，应该就是苏氏、天浪、红鼎的原型。但是在他们转型的过程当中，有一家公司帮助了他们。哪家公司？一家民间的投资公司。这家公司很快就消失了，所以留下的痕迹也很少。有什么办法吗？苏菲好像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，但不确定。老大，我想让苏小雅帮帮我。不行。可以缓一缓。斯特林集团通过了红鼎合作的提案，总裁下周一会来签合同。如果这件事情再深入下去的话，可能会牵扯到苏氏，这样的话，签合同会有麻烦。怎么了，飞哥？我昨天答应了师彤，如果这事情合作成功，我就不办婚礼。这也是好事儿啊。如果找不到小九的仇人，我安不下心来。好点没？弄些皮外伤，没什么大不了。苏菲的事儿，老大参与不了，咱们只能自己去查。瞒着飞哥吗？对。来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我们准备自己去调查那家公司。老大不是不让碰苏氏吗？找不到杀段无树的凶手，咱们这任务就1天不能结束。老大跟岳师头也过不上好日子，咱们也没办法离开天海。也是。哎，那要不跟苏雅说你是老大，找他帮忙。不行，郭哥，把小雅扯进来太危险了，那帮人什么都干得出来。
有什么危险的呀？就是让他去打探打探嘛。那也不太好吧？好像让小雅对付自己家一样。王蒙，我可告诉你，小九的仇人可还没找到呢，说不定这2件事是一拨人做的。你不给你哥报仇了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办法总会有的，咱们先回家吧啊。